还我工资！为什么北京局比上海局挣的钱少？上海局是大城市，北京也一样。我们的钱去哪儿了？对，钱去哪儿了？咱上屋说行不行？凭什么？不行。那您得让我们都进去，是不是？别蹬2个3个进去。这几条您能做主吗？您要走了，您做不了主，您就能做主吗？您能拍板吗？还我工资！还我工资！越大越好。有请局长。越大越好，不敢喊这个好。还我工资！还我工资！有请局长。还我工资！还我工资！有请局长。有请局长。我们要见局长。见局长。